多谢叶婷。另外，这方面要来看到前总统马英九下早来到台南，陪国民党立法院候选人落街扫票。互人问到前一天总统辩论会韩国瑜的表现，前总统马英九学到韩国瑜火力十足，也毋过会当主导全局。无回应韩国瑜伫咧辩论会讲到马英九想过软正的代志，做回来听前总统马英九上新的讲法。 韩国瑜的表现如何？你觉得？表现啊，火力十足，主导全局。OK。那总统怎么看待就是韩国瑜对你的8年执政的一个评价的形容？这样，总统你怎么看？哦，我们昨天我们办公室已经有非常详细的说明，我们也需要再补充了。所以今天的行程还是很硬嘛，早上7点半就要来这边这样。当然。我今天在台南，明天在高雄，都是全天的。像我们跟燕驻，大概至少5个小时吧。对，等一下要扫街游程。对啊，我们帮总统候选人、立委候选人辅选，一直会辅选到投票的前夕。